噗，这屋里嘛味儿？把窗户都打开，自己闻不着是吗？这次查房啊，就说2个事儿，说完大家继续治疗啊，不耽误大家太长时间。第一个事儿，昨天晚上那输液单我看了，根本就对不上账，一问就是都输了，一查就都不对啊。三床，昨天晚上那对西丁你输了吗？为什么不说？太困了想睡觉，这叫理由是吗？一会儿我就给你家属打电话啊，能治，不能治回家，回家睡多舒服呀，你在这儿睡干嘛？第二个事儿啊，下周2院里领导要过来查房来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，跟我懒散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啊！院领导问什么你就如实答，要是让我知道了谁跟院领导隐瞒病情了啊，你等我找你的啊！行了，就这2个事儿啊，都干自己事儿吧，别吵吵。